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沪剧《星星之火》，剧本写于1925年，由上海人民沪剧团在1959年2月首次搬上舞台。电影于同年4月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续曲片。剧情讲述的扬州农妇杨桂英丧夫后，带着儿子到上海找在日本工厂的女儿小贞子，工头不让他们母女相聚，走投无路时，幸有中共地下党员帮助的故事。该剧也是非常独特，上映时在上海引起了轰动。今天将影片开篇15分钟进行了高清彩色修复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正片。人家讲吃的就是王家龙呀。上上房子错不多，不知真知是在哪一间？伊拉讲是三了帮，三了。妈妈，你来看，你看人家房子都调了样了呢。一个么像你动，一个么像杨雨去去。妈妈，我看你生样了呢，是的呀。上西啊，快去问问吧。哦，开门。哎，啥人啊？小孩子叔叔，哎呀，总算醒着了。哎，哪那么多到此地来个？我你来看看妹妹呀。嘿，倒好啊，离开不过1个多月，哪来可以做啥？不瞒侬讲，家乡等不住了，我的男人也死了。那么这次要整治啥用场呢？你稍微不好为了。我想托老师说想办法。啥？侬还想来做工啊？叔叔，有办法想吧？哼，不晓得。你真知道了吧？还没走来了。好，你再等一些吧。哎，要多等了外头啊！你真知啥辰光走来啊？哎呀，放工了嘛，总会得走来的喽。叔叔，上西啊，不要哭了，你在外头等一些吧。妈妈，妹妹来上海天天吃泡面的，是刚好房子，妹妹大概胖了。一定胖了。甚至啊，伊真没想到妈妈和哥哥会得到上海来看伊啊。要是伊看见了，有多少高兴啊！
多谢。妈妈来了。哪里？是啊，妹妹，真是啊！我让我看看我孙子啊！侬不是看见了吗？多看有啥看头呢？老实说，想当初我把女儿嫁给你，她是飞龙活跳有精神，到如今她过手是让人不良，十魂落魄爱等等，哪里会像我的小孙子？难道你？我哪呢？难道你让他来吃苦受欺凌？啥个吃苦啊？侬男有没少点啥？你当初说这花好道好样样好，天花乱坠吓杀人。说什么真知道上海来做工，向老子挑金牌面灯。说什么是的高楼大洋房，还要吃吃肉吃荤腥。说什么穿的样不花衫裤，四季衣服出在心。我问你，这些东西在哪里？原来你花言巧语欺骗人，你把女儿为亲我，为侬好啊，侬为我10块包身银。侬忘记了？包生气了，侬哪能想吧？喏，立包生气在杨贵英，今牛将14岁女儿小孙子一名，包生与张老师尤其大往上海苏厂或者做工，为期3年，3年内依然是因归张老师供给，收得工资为张老师所用，生死设定，听天由命。包生因大洋20元，媳妇包养10元，人因2交，空而无凭。历次包生起居事实，这是花家是你亲，包生人气谁也得清。现在不由你来管，3年以后你来领。
到他当，不知何日落人生，希望不有我自在。娘想你十声东来月落西，娘想你睁开眼睛到天亮。妈妈，真知受苦，你可晓得？老板当我像牛模样，真知啊，你爹爹去世可晓得？你再要见他梦三更。妈妈，你千万想法救救我，我情愿我死在家乡。真知啊，家乡人情你可晓得？成长破落多凄凉。十指望，一家人高高兴兴在一起，十指
哎。